你有冇聽到啱啱嗰個突發新聞？特朗普總統話美國同伊朗終於達成咗和平協議，仲即刻開放霍爾木茲海峽，郵輪可以自由出入。真係令人震驚啊！我係阿明，今日好開心可以同你一齊分析呢件咁重大嘅事件。今集我哋會一齊拆解協議細節，了解各國角色，探討對中東局勢同全球經濟嘅影響。冇錯，仲會講下簽約儀式背後嘅外交操作、油價走勢同埋核問題未來走向。你準備好未？準備好啦，即刻開始。先由特朗普自己公布協議講起。佢喺 Truth Social 發文話，協議已經完成，霍爾木茲海峽即刻開放，美國海軍封鎖解除，世界船隻可以出發，石油流動。聽到呢啲字眼，你覺得像指咩？最直接係油價有機會大跌。霍爾木茲海峽負責全球大約2成石油運輸，咁樣即刻開放，市場反應肯定好大。同埋佢強調永久終止軍事行動，唔只係美國同伊朗，仲包埋黎巴嫩，意味住區域戰爭暫時畫上句號。但係協議內容仲有好多未公開，特別係核問題同經濟制裁，之後仲要繼續談判。其實今次巴基斯坦首相沙巴斯謝里夫都係主角之一，佢話係巴基斯坦居中協調促成呢個協議，仲邀請卡塔爾、沙特、土耳其出力。呢啲穆斯林國家今次真係團結，唔單止傳遞信息，仲主辦一系列會議，預備實施過渡方案。謝里夫仲話，正式簽約儀式會喺6月19號瑞士舉行，代表協議有國際監督。其實近年巴基斯坦外交角色越嚟越重，今次更係區內和平橋樑。美國民眾其實一直唔支持呢場戰爭，因為油價、肥料價、食品都貴到癲。特朗普雖然冇直接講，但明顯感受到壓力。係啊，特別係通脹數字創3年新高，佢之前仲用玩笑態度講通脹係好事，但市場對和平消息反應即刻正面。民意一直都想戰爭快啲結束，今次算係兌現選舉承諾，雖然過程拖咗一段時間。同時協議唔係正式簽咗，核問題仲要討論60日，所以大家仲要觀察。伊朗副外長都確認協議文本已經定案，簽約就喺瑞士。民間反應好明顯係鬆一口氣，但同時有啲焦慮。尤其係記者、激進分子、被捕家屬擔心停火會唔會換嚟政府收緊內部打壓，之前都有類似情況。而且伊朗同以色列之間緊張未消除，伊朗差啲就報復以色列，今次仲係特朗普出面叫停。3個伊朗官員話本來想報復，但最後臨時叫停，證明區內矛盾仲未解決，未必咁快安穩。以色列對協議反應好複雜，總理內塔尼亞胡同特朗普爆咗幾次電話，主要係擔心黎巴嫩停火令以色列更危險。以色列民間其實一致覺得伊朗係生存威脅，對協議唔太樂觀。反對派話內塔尼亞胡未能達到消滅真主黨同伊朗嘅目標，而且協議只係諒解備忘錄階段，未到具體談判。萬一真主黨仲有火箭攻擊，內塔尼亞胡喺選舉前好尷尬。反對派更話如果佢哋做政府，策略會更進取，唔會咁容易停火。談判最大難點仲係核問題同制裁，核協議會唔會比奧巴馬時代 JCPOA 更嚴？仲有伊朗資產解凍、核濃縮量、驗證條款。長期中東談判經驗嘅 Aaron David Miller 都話，要等實際文本出嚟先知真係幾大突破。萬一只係表面協議，隨時變誤解協議。核武器能力、飛彈、代理人勢力，全部都未解決，仲要60日內逐步談。同時，黎巴嫩局勢有變，伊朗無即時報復，係咪特朗普有交換條件？呢啲都要觀察。今次宣布和平協議，剛好撞正特朗普80歲生日，仲係 UFC 大賽，你覺得係政治操作定真係巧合？都幾明顯係計好時機，美國總統同伊朗談判。伊朗本來未必想送禮物俾特朗普，結果都係俾佢今日宣布。你覺得伊朗有冇要求美方額外讓步，換取暫時唔報復以色列？呢個要睇之後談判有冇新爆料，尤其限制飛彈、代理人關係、政權變更等議題。伊朗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喺戰爭第一日遇害之後，政權越嚟越強硬。你點睇未來伊朗走向？我覺得伊朗會繼續用硬權力主導外交，對外更敢冒險。過去阿里哈梅內伊係穩健謹慎，
今次新班底明顯較激進。內部經濟壓力雖然重，但短期內唔會突然變民主，反而核武代理人勢力會更加積極。所以協議能否長期維持，仲要睇伊朗新政權同民間力量博弈。協議公佈後，歐洲領袖特別係法國馬克龍話 G7 峰會要討論霍爾木茲長期開放方案。歐洲對伊朗一直公開批評，今次協議能否令 G7 氣氛緩和，仲要睇美國同歐洲領袖如何定調。接住就係北約峰會，呢段時間係重組盟友關係嘅好機會。大家都想防止伊朗製核武，但驗證條款要嚴謹，不如以前 JCPOA 咁容易有漏洞。奧巴馬都特別出面講，佢唔相信新協議比2015年 JCPOA 有重大突破。JCPOA 係限制核濃縮、設驗證，換取伊朗經濟制裁解除。特朗普一直批評 JCPOA 太遠，今次佢話一定要談到更好條件，但詳細內容仲未見到。你覺得新協議真係會比奧巴馬年代更嚴？要睇伊朗今次談判有冇利用霍爾木茲開關權力，要求更多讓步。特朗普話即刻解除美國海軍封鎖，伊朗可以出口石油。你覺得會唔會像奧巴馬時代咁有現金換和平？伊朗即時受益係封鎖解除，同時制裁逐步放鬆，預計會同核問題進展掛鈎，逐步解凍資產。伊朗一定會要求全面解除制裁，但美方可能會分階段睇60日談判進度。伊朗仲會爭取出售更多石油同賣天然氣，對國內經濟好大幫助。霍爾木茲開放，全球油價、氣價應該會即刻波動。你估市場點反應？我估油價短期內會跌，因為運輸恢復正常，歐洲、亞洲都鬆一口氣。但係伊朗有能力再關閉海峽，會唔會變成新型談判籌碼？未來西方可能組多國艦隊保障海峽，減低伊朗威脅。不過伊朗用無人機、飛彈搗亂都唔係第一次，所以仲要小心。協議只係正式停火60日，之後核問題、代理人、經濟制裁都要逐條談。你覺得60日內有突破機會？大家都想止戰，但伊朗同美國分歧仲好大，尤其核問題同飛彈，歐洲會推驗證條款，伊朗未必咁快妥協。會唔會最後只係暫時和平，60日後又翻臉？有可能，所以國際觀察員、各國媒體都會密切監察進度。今日講咗好多，總結3大重點：第一，霍爾木茲海峽開放令全球經濟受惠；第二，協議未正式簽，核問題仲有60日窗口期；第三，區內各國政治壓力同民意仍然左右談判走向。想大家留意，未來1星期各國會有多場會議。真正協議細節會慢慢曝光，唔好只睇表面新聞，要留意實際政策同經濟指標。如果你係投資者、商業人士，建議密切留意油價同地緣政治變化，預備好風險管理。多謝大家收聽今集，記得 follow 我哋，下集再同你一齊拆解世界大事。